各位兄弟，咱公民投票，咱公民投票，大家早安。早安。是晚上好。各位，咱所谓的15班定的那些所以这场表演，在讲人民各位这是个咱经济有个高要咱得力有个事情。所以呢，咱目前这当中，咱过去做年来讲，对比经济来讲，经济无的是经济下来。是在收入附加它，这个讲，虽然咱来到这个地方，咱就这么关系，其实这个说法，其实这个经历，所以呢，咱的心咱的力量，就在讲，你这个经济这个国家的这个地方，到底这个地方，咱哪个经济体现，这是一个经济方面。咱做有影响，所以呢，咱人家呢，受到这个疫情影响，受到这外口的这个平安这个无费这个影响这个通货影响，所以呢，一件世界没发生影响，若已经多人他名有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讲说，他们要讲说这个，不是说他本身让这个经济会变得加速的这就是有关是经济感动来讲，咱是这个世界表现当中，拢是这个他名，叫水叫对啦，有名爱的名，有名爱的名。你经过的这些当中，心跳环境，心跳环境困难，心跳环境烦恼，通来体现他们就是这个关系在里面。所以呢，咱这里给咱来这是个注意这个方面，这是有每天的一些考虑，就是如同人际来讲，都积极来提升。今年的方面，本来是不的，今年呢本来是不一样，后来呢，但是今年的怎样？这个世界在变当中，然后结不为零，人不为酒不醉酒，人不醉，咁样呢，有人在讲这个结啦，所以这里他给你这个环境当中，当然受到这事情就要改变了。好，那你这个情况这个港府老板，现在然后就对人不对，这就就在那，最两边，然后是因为你这个讲起，有要求，咱的这个去做所以呢，进行这个当中跳跃这个酒这个说法，这边有很多的咱在哪样？那边没有实行有叫没有那个在外口的学习或者外口的这物件，也是还能得到一些。所以咱来说，要按照咱的心的情境、演气目标、演气条件。我认为，我这个老酒化多位，高于景色化多位，去改革，我就真的。那如果这个来到后面地理，去改到景色你去看生产做旁边，好，生产做旁边，公司的生产会的时代，换这个时间走回来，然后问题了。那毕竟因为有一个书告诉啦，也是咱中国有公司以这个
色之类的这个新的大记录在它给电子高级，它的新高级。所以呢，你也敢一买哦，所以他们这个边，所以洪老师，什么叫做原体性空哦？什么叫做原体性空啊？我们这个边，那分别解决之余，哦，那主要是这几个字，因为这个元气，这个元气的空，那你自己可以看到，如果说我们这个经典都是啥？阴阳生法，当然呢，我就在前面提到你在很多这种资源，其中也在介绍这个班的哦，还有这个点心的哦，一学期他们那个叫做把这个点心啊，哦，点心嘛，中间五嘛，这个点心嘛，这个点气的影响，那一学期这个学六，它是把点气的影响，好，我们看点气的点气的影响。那这个属性这款点气能比较高，你借助这个东西把它点气，所以你这个基因多几块的比较都一天知道我们讲出来，它这个点气啊，它苗栗都，那你那点气那个点的它看到，好，点这个点出它，那你就好了，这个对你呢，这几万，这几亿，好，什么产生利说，能一下。叫管理啊，这个或者然后，它就是这样，它就是打这样，它这能量就是营业哦，它就是打的哦，它这个营业还是营收把的啊，你营业营收把的，你营收可以然后，因为因为延期是有它的，因为这个就是就这样。好，你用这个，比如说他就有这个习惯的，这个习惯说我研究的，把那研究的这个我研究我当然呢，所以你这个就影响你这个啦，为什么研究这个往外？那么能力然后都把这个关的列出个学，都有地方就会研究这个，当然呢。哦，这个是演技，这个情绪，我不变啊，因为就有一个问题，我一定还是我一定还是这些，因为那个我你们的这个我拢关注部分的，唔是我经常，唔是我看见，唔是我摸啦，哦，这个演技，这个解空了，哦，这是这个对的。如果你在明星的方面这个点气有光活，那点气有空好，都别了，都比低稿，都比低稿，都比音速，都比本数，都比电影家在电脑上。好，那不光高了，我有对他，那不光大，我有对有对。当然呢，那个一个信息公里啊，这个是准备。最经典的你这稿，它第一稿，它首先要特别大，特别欢乐，哦，什么的，首先这个是对，啊，首先特别特别通过怎么样，或者会有你是怎么样，因为这几个嘛都很爱了解，严禁跟它解通，严禁跟它情节，严禁跟它流量，因为它打入它的社会，你看低嘛，给这部分的东西。那打到其他，所以他们那个他也想教的。好，那打到这边了，打到这边了，在这当中，那咱们爱讲的共同利益以外的家庭地方，我是这家庭地方，对不对？所以看到的讲的共同利益以外的地方，那我们不管你好，他会讲利益以外的地方好，他会讲这个出生你自己然后爱自己嘛。这个是跟你地，比如你这个规则主要哦，你看，你打的规则，它会给解除经济基金，不因为或者增加，不因为出现或者降价，我利率低安，把这个种种条件，这个出生给第三条件，这个今天呢，这个今天的一金，马这个逻辑，马这个点进去，点进。我给他们讲社会，
就是因为伊个发生就是发生这个我是阿妹啊，阿妹啊，啊你今日呢，咱个修道啊，就是正确的经历，因为咱今日穿越在一起，然后因为这个世间，咱咧差到咱的欲望，咱咧差到咱的智慧，咱咧差到咱的烦恼，咱咧差到咱的罪孽，咱咧差到咱的能力，这太大的重要，对不对？跟原来因为咱个人的时候，说你觉得。就是去做嘛，咱花钱干那个，自己你知道，做福利会，你政府做自己，你总要怎么样看？但是你今天这个点，怎么才就变成了好？你不给或者不给会不给看看，但是今啊，22年加到这当中，咱这块就还是怎样？哦，应该是也关系什么哦？这是贵体做的样，但是中原上像这个是啥呢？哦，比方说现在中央看见了哦，你书本上但是因为从贵体毛东安徽跟地地方啊，文化来这边的这个甲品保护、甲品中品来，本地的文化一定就要看不了这个它，所以你使用方面、你设计方面。你看，你这个新网红基本上不是改变，都不是改变。那么，现在要台湾这边哇，台湾文化今天比赛，台湾的新闻今天比赛，台湾给牙假设，因为这些就在台湾国内当中，你就话呢，咱跟台湾有对比，然后当在经济方面搞这个东西，安徽跟。这推翻这两个所有的，包括所有的研究方面出来的这种观点的，我这个国际上要真正问题就是什么？就是公民道第三党，国教的讲不了，就是国教的讲不了改习惯，国教的国际上的公共的平台，但是我们这个九年教育啊，高等教育啊。让你看我这个高明高明，关键其实哦，国家是哪一个呢？哦，到哪年来可以？关键是到5班呢，到5班呢，这个5班呢，哦，所以呢，你说只要你这个所用，哦，你这个所用这个所用啊，它所用的也可以给他们接触，这个我觉得公平道，公平道，很多公平道。遵从国际伦理，到高中的咱们可能这个是我普通话听到的。你为了怎么来讲呢？那我给你怎么来到讲到原来啊，分别跟毛语录，就跟毛语录，这个毛语分不了，这个毛语录跟就像法律地方一样，都会。这个什么毛主席啊、毛主席啊，你哪报名都报名了，这个报告，你哪个代表？他就该这样，他你就第二个哈，你说要哪个？所以这个哪个好？就是中国对文化应该要表明，你这个年来就温暖、柔风、抗潮，所以就是老爹到嫁到老爹，太太到我们这一道菜。互相的过程，这就是经过你这个模糊化，经过你靠这个讲的，你看这个讲的，虽说你的这一点经验已经达到最感的巅峰，但是你的这个文化，你最感还是危险。哦，你怎么在这普及？所以说我当然发现，那不管是土豪了，那台湾说真的，很骄傲，土豪了。很骄傲，这种题它的文化作用是你不能这个来给我的，你非常明白，但是不管这个作用，不管这些体验，所有的你基本都个人的生活水平，他经历这些，大概不易成为不易成为结。这是因为他这个他贵体跟咱们进步这个理解。也是你看社会的照亮，这是我觉得呢，
人的流里加有效，以及5联毛刚刚5号的这样的，这个人的流里这样有效。咁我大家我哋睇下，你之前我今年以前的所有解决，你之前我大家去下面，多我大家多一种活性化，不也是的低，所以前面其实我大家我符合的这个推动活性化，所以你们去或者去搞这个来加出来，现在这样出来，这里这大家嘛。购物上或者交换，必须把这个这样的长时间给人的作用，所以我才不去为。那你看，这人民爱股比较普遍，第家庭爱有理解，第一养肥爱有空间，工人的第三收入爱有条件，第四个人的空间，个人要平衡，这个是家庭。这个价位，包括个人到企业的意见，你看今天那个价位、那个价位、那个个人，咱这里可以到一个中间，这个价位可以做到什么？一是个人，一是通进来，这家不两谈的话，这家不两谈的话，这你看，这你能遇到，那修车肯定不好。如果人有权益，你这里说来，那是要相对它靠近，那里这个免高速甚至后嘛，那个权益这块这种高速嘛它会呢以权益目的地他们在这个说在这里一个方法一个所以但是。然后相对它的原理这个政治努力，你这么讲实现的这个事情，你呢这个因素包括知道一些产生的过程，因为人关系中央开发多开发多，这个是里面可以开始这个活动，作为当中呢，已经去材料这个正然后，所以你这个投票网络投票会从那边开始好，你来多点水就了。这样你这个你会去，那个这两个还要做投票他就在那里，这种他很好选择，他说现在包括多点投票。所以投票呢，你会比那个开发说，他你给他推小他们，但是地位，你原来很多方面他所以你代表就按方面，所以你从这种印度的标准一直到华人方面投票，进来然后投票，因为那个你就有能在那个陈部长陈章部长好，我来讲这个这个过程给他走。这个陈章部长你现在本身做应该没什么，我应该再调整好。所以你不仅紧张就咱做应该是咱什么有些地方后面的。就是至少来看这个走路，这经过不允许好那得投票人投票有投票还有这方面，能1.5所以这样呢，不然他们手机那个应该怎么走？那个疫苗反正快了，手机现在一定去这印度咱投票你可能各路一群相机不必然也非常好。那因为过去咱投票这里摊位
有流氓附加的技术，所以是流氓附加的，即码都可以比较，咱毛豆股票呢本来是大丢，有资金袂丢太大，有这个现金，但是有资金因为进部分两个人拢去这个什么做出口，是妨碍公平，所以光哥现在所以光哥所以因素特别看到因政府就要对光负面的这个强调强调这个咱看到政府，所以看到政府呢这有另外负面的强化，OK， 这个好。因为这是所有服务的机会，因为这在乎呢，会是由阿叔所长加阿金因两个了负责给咱正常的带入，但是呢，因两个就主要讲呢，拢全在用，所以因这个带入的部分，就咱个人领域，就跟这个教育需要，因两个。咱直接咱爱上直接在乎，所以是这个行为当中就在讲咱爱上优格推动程度这个这个介绍包括这其中这个成就技术教，所以呢，这里将产生的我的科目，好，谢谢。那这个决定，咱华中华的所长那个表现怎样？这个书号，主好，这个是大众图。这个准备到高，中到高，再去这里。接下来，咱在我请浩杰上这个思想师浩杰上这个思想师他们有非常优秀的老师虽然是当文学他的这个比较大的他们讲师来讲。但是贵点来这咱还没去接受
是讲要去行着咯，这我较无啥物介意啦吼，啊，是做啥物事情咱讲是安尼吼，咱就是找一种方式吼，咱来小心个，我安全所在好。那其他我来到遮，上面记着一个题目，来叫咱注意做一个调整。那有啥物互较要以这个题目来叫咱做调整？因为道人甲风星是咱一期地龙修道书，咱一个重要的主业，咱一个重要的职责。咱这期因为互咱先立后修，所以咱得着得了，咱交生人是人免钱无啥。咱毋是讲我家己修好就好，咱做咱的功课，咱做咱的主业。就是我离为星光啊，所以为道人同心这个方向。咱这过去，咱的正如出菩萨，咱的是这位先过者的真相，伊拢到真正的坚持，để互咱去讨论。当然伫遮咱互咱今仔日就借着这个题目来叫咱做一个分享。所以讲的道人甲风星咱先来看这个，一定爱互咱先了解，啥物叫做道人，啥物叫做风星。无咱敢若鼓励人讲，这就是道人的这就是风星的，有当时咱是我听道理咱毋通讲嘛叫做道人，所以前面咱就了解，啥嘛叫做道人咯？道人那我叫做风星了。咱讲做主题你只若甲我讲了解，可能我安尼讲免讲，咱大家拢了解。所以道人甲风星是咱这期咱地龙修道书的一个使命甲职责。伫这个过程，咱先来了解啥物叫做道人。道人就是讲以道人的精神。以道人来修道，伊的主旨咱无对去做，就是要救道人的灵性出离苦海。在座各位姐妹，咱捌道过人的也手一下，咱大家姐妹鼓励一下，所以有道过人，咱修进道感受道体会，道人简单无？道人简单无？无简单，相信嘛真用去做，但是我有人讲呢，毋过人都无讲起来，我后捌做，所以透过咱这个学习这个语言，就是要甲咱做一个分享，因为咱今仔来修道，咱是咱家己来修道，都是咱家己讲我去人家今仔当时人要点道，甲我叫一下。然后当时安尼，那安尼是少数，我较靠这当时，嘛有一个是伊太太，甲伊先生讲，后摆你听就人若有搁要办了，就你带我来。为什么咱这个太太，应该会有问题？为什么咱这个太太甲伊先生讲啊？因为伊先生，伊个家庭就是伊先生。第一个，咱的天性来道来修道，因为林先生进前是咧驶迄个大卡车载货，司机，听说迄个司机咧载货，有足侪无好的习惯，上无啦因太太咧讲有安听啦，讲上无开喙拢无好话。讲一句话就先讲你看3、4天，咱遮5年前的我就在学啦咧学往头条讲个开喙若无你5年就你啥无拢会讲，转来若心情歹就所以以后咱的检点课程全去完成了，其实咱透过遐一个月会拢弄2届班，一届是按遮拜6点的，8点到5点。一届就是咱爱今仔日咱透过讲遐，今仔下班
那是吼，在时咱就做。伊迄个先生有咱手机话去听得了，咱手机做用心的哦，手机听得了，一个月2摆班，真的来用。佮无开车，佮开车应该是300块。互伊请3遍4遍过尔，其实是唔是的，做是嘞。咱嘛唔知伊个广告是怎3遍，咱唔知嘛，咱嘛唔知个便宜是做情绪化，有当时我来讲遐很多年的，但是哦，伊还要行4班过了，3年5年，咱唔敢讲讲无，迄个步骤还是讲究。但是哦，做会体贴伊太太，对伊囡仔哦，哪人会大体贴，特别迄个情绪化，所以伊太太本来是唔来伊做，啊嘛唔知讲伊来咧行道理，伊太太就甲问先生讲，啊无啦最近哦，囡仔就是变出来，哦，啊咱即个咱这经理太太讲，啊你看我变好就变慢。伊讲我并无回家，啊！即摆因先生吼同伊太太讲，啊！你看我变做嘞，伊讲吼，你若变吼，较袂骄人，较袂做人呢，哦，啊！伊是啥乐呢？啊！伊就心吼，就同伊太太讲，啊！我做2年3个月前，啊！你咧问讲，啊！吼，人咧手机吼，就要叫你医生。啊，听着就老我就感觉讲啊，这东西这个哪袂歹吼，啊，但是可能我去听着你，啊，我就咧带机啊，就咧走车，啊，我就去甲听，安尼是啊，唔太来甲讲，安尼我来讲，当时遐部分人要点着吼，你互我啦，有哪有这个有做咩啦？但是原理是啥？因先生情色吼，所以咱要做人吼。有当时啊，优感、重视性感，经济是你出来这啦。因是即个唔甲咱做伙，咱有变好变坏，因为当然做对不对？啊，所以咱吼，大人就讲引导人来行动，这是咱平时世间吼一件重有意义的代志。所以咱大人行动是咧做袂出名。咱就咧做公益，先主要公益都有分人呢，公益搁较高层，因为咱大人来做了，咱毋是咧讲吼爱献济吼，献出是互伊个重点，咱是咧敬老哦，咧当处是一个公害，所以咱就做是安尼讲。咱是本来讲，咱救人是好歹，是一件公益，哦，毋是做善事啊，是一件公益。咱讲人还要做善事，做善事就袂歹啊。但是咱啊，记得做了，咱知影做好，咱就发一个心，要来助人来行动，而且咧做事，哦，是件公益。所以就是讲讲，咱带人来行动，是咧救人的眼前，利好之乐，这是一件公益。咱毋是去欺骗人哦，重点咱是救人的眼前出去哦，这个好歹利好之乐。所以这是一件真情的代志。人家讲啊是安那哦，今仔日咱来听，咱来听。咱个艺术要导咱来行动，我毋是一摆就成功安尼。但是若经验真切，有个人讲第一就成功嘛，是你落来后，这后边我会甲咱做成功。所以讲个导人，咱知影讲救导人的面前出面好歹，这是一件公益，但重点，咱是要去导人，咱嘛爱咱公益，咱嘛要有迄个。啊，你我会考虑，我会去做，所以咱做来就是咱讲，会因波动，迄
因厝的小人的时阵，真正有诶，用开出电视，真正咧，我方上摆多位啊，开12、13多1斤呢。伊拢甲我讲今年那袂到啦，咱搞买用啊，啊嘛都讲啊，你若去讲的，我唔交你去啊，所以做人吼，人嘛爱，人讲是啥啥应该知道，啊，咱嘛爱支持这个人的自信，啊，所以咱慢慢等，慢慢啊等，做着一个生意，只要你做劳动回来，总有一天等到你。啊，所以咱做人之中，真正是咱的社会这样一个，咱看着足侪的前景。最终互咱做人，是讲做人奉献，毋是讲人哋讲做人咧就做在少少，安尼，这较简单。重点咱是要做救助别人付出的状态，所以伫这个过程中，做人是菩萨的回应，因为咱菩萨伊的主旨。就是做什么代志，是这家己咧拍算啊，不为自己，是为了但愿众生幸福。所以咱若要做对人的，会显现咱是前者。咱去带人要来，叫人要来听到，只要对方甲咱讲好，咱就算无干那样呢，有求必应的，无求嘛甲应的，有影。伊若讲哦，我要甲你开车来，咱会甲讲。几点我开车来到你遐，甲你载就好。有当时啊，若安尼10点、11点钟，因兜若做拍门的，讲伊警方是台，咱这个再来时阵，你该不着提早，咱就用等，通常警方去等来的，咱就提早去等等，咱才要爱加开4、5分钟的时间。在伊口罩有重了，去背，这个整个办道理，是咱去背哦，做伊去背哦。然后呢，爱去看伊听三宝，三宝听完了，但是咱的先前是讲讲老有遮条，大家讲安尼10点，咱就咱的先前，配伊个，把咱用安来去背伊那条。交通大人就话。伊安怎来，咱安怎用，咱安怎个在心嘛，就安怎个在心，安怎个既然都证明过来，安怎个样高兴，你也做袂看，所以这时间有当时开起来整个时间啊，我把辛苦，总的拢所有爱发动这些时间。但是咱做因做，咱有感觉做辛苦的无？咱若做人的时阵，你袂感觉辛苦的，忙就忙袂来，到后来咱即种付出了安怎？心甘情愿。所以咱是感觉做真正，有伊甲咱讲好，我叫你来听说，这个当时咱就莫名其妙就欢喜啊。今天若做因做，咱就应该高兴。所以伫这个过程中，这个啥？菩萨的精神，菩萨的精神，袂甲咱家己算起来看。所以老师的话，咱老师嘛讲过的，公开公益布施就是助人。因为助人三知因为你要助人，要做我。等你1年好个咯，听，所以才发财。第二，你若开车你甲载，这有咧优势，咱是对老大无问题，就是咱来安尼布施这样。再来，咱这边经过一路来布施，人讲平到底安尼对于领导的技术过来甲推动，整个修道的仪式。来听这个三宝，完之后要食饭才回到。所以咱是不太好的。
上太大功德报应吼，就是道啦。因为是道人的当下，咱真正是三知定。所以道人吼，就是咱菩萨的意思。咱大家来学习啊，咱来做菩萨。所以前啊，因果是咱早晚拢来一报酬，他现象。我们是一报，你保持要买一报呢？为什么？那边报有呢，那边刚有因为这个是付出的公感的，所以领导人这个位置，这个岗位是做我们要出现的吼，伊是一个菩萨的原理。那空心，因为咱这个我头前讲，咱是先去菩心，所以咱做了人了，做主着后边。做好事，你甲菩萨见到了后壁，咱要去认真着去，伊会当来参与着咱诶，咱今仔开班吼，即个班里，啊是讲参与着咱个人的活动，咱来到对上风气。所以道，咱要做的方式，无离开风气这门功。咱个像过去的老前辈讲，因当时咧推荐的这个道路，因伫母亲这个工作内底，下足侪功夫。因为咱道亲若来道理行行来，咱起码讲实在，咱就自路当中各自为家。这有咱互动的机会无多，所以咱要交道亲，增加互动的机会。你了解咱道亲们，因来接受着道理了后，因的感受安怎？爱靠对啥？空心这个会，你像我好有机会，有可能，无可能。道亲要咱听会起来，这个空心，这门课程非常重要。所以空心刚刚来讲，就是拜公道亲。就现在在做属于咱高中班的人，手机去拜访过来吼，这个叫做风亲。啊，是安那去做风亲，是安那去拜访过来，就是帮助这个互咱拜访这个道亲，伊会当见大发展出来新办法。所以咱去风亲是上了道亲一个道理。然后是高人的中间，借着这个机会，当时也会当引导出来示范的，嘛会当知影伊的理念，而且中间咱会当来实理示范。所以人咧书中有讲，咱毋是个人来吼，来点点来讲，啊，这是办事必毋是安尼的，毋是咧讲哦，道理啦，安尼来就 OK 啊。咱的先会讲吼，咱的平时逐个拢做有建议，毋是都来吼，啊，都毋是我，毋是安尼。人讲吼，上出来上到对，上到对，救人诶，嘛是看人。咱做人来其实哪有嘅第一步呢？你救人嘅其实是错喺第一步尔呢，救人安尼救到对。所以才超过风气。因此，咱始终甲咱讲，个人了后，咱后边叫咱来碰到，爱谈关系，爱谈保护，爱谈宣传。啊，你若讲甲咱做功课，伊就是咱听班，听了有的人，人出来这个代志，就当主动讲，这有的伊袂要讲啊，伊咱要甲关心，要甲鼓励，要甲宣传，那就是先前这个重点的办公室。所以，咱师傅甲咱讲，不仅道理有个关系，毋是去帮咱问讲啊，你讲你听道理吼，啊，迄个讲师讲了安怎，啊，你听了，毋是安尼啊，你
唔是伊做学上来关心吼，要看咱自己来吼，爱照顾甲伊个生活生活。啊，这过去咱的经过了，伊的信上拢有传承，吼，一个文化吼咱吼，记得伊们拢是关心的，互我过去，阮在跟大家育儿大天。伊的一个理解，在座阮有感觉。当伊推广去了后，咱讲是咱的江南书，咱的三江南书，咱的育儿大天，伊的大天，我虽然讲是育儿的东西充裕，那是不错。你看咱的东西，到底是文化，听都是在红色的条，我甲讲是你在，毋是老的做样子。老，迄个老爷个迄枪吼，规个要枪做大咱就较关嘛。啊，若甲经理讲，经理你在枪吼，爱在去用经理去啦，咱甲经理我来讲，啊，你要去哪关的妈的了。啊，我甲讲，咱当咱去哪个，咱经理远远吼，伊是做枪。但是哦，伊做一个江南书，伊是哦咱接落咱看。积极的东西，只要无讲到，只要无道理，我用无边，正一步，我讲老的出来，伊啊袂过再关起来，就差不多到关键就后期了，啊，后期就听啦，这国际的真传导的家庭，伊定定在社会出来讲起，毋是叫咱讲这个。但是就是比较来关心的，伊讲这个对象毋是将对象的心，连他知道的心，只要咱看到，有经过咱表面所在，大家比较好奇呀，好奇人讲经理出去有啥物代志，伊讲毋是代志，咱来做，因为我要来看到，我就来甲你看看，啊，就讲咯，爱认真听我后边要甲你讲，咱是他们做文化的，做文化的呢。咱个江南书，咱个经过咱较关心啊，啊，咱较会使讲好咱来收慢的，所以吼，伫这个过程中，我慢慢是，遮尔啊好的这个坚持吼，经过这个坚持，咱爱是来真正的，毋是道理我甲你关心，道理生活就甲你关心，这个做了好。啊，互我感觉讲吼，这足管了。啊，然后不要方面吼，我有比较侪方面，这是考虑就是咱做热身的运动哦。我来主要在上面叫做上面这个东西，所以咱会有就会叫得分安尼。咱若看咱第16个来就做一下，得分最多降到3嘛，一个月练习。人讲烧的热心，都是热的心。火罐唔免火罐吼，唔免十支拢有分分，只要是伊有安排的火，伊会动，伊会传染，伊会尽量甲规整个火罐，火拢断，火拢结断。所以这是空气是咱这个导热影响的，这些。我这一下解起来，就是进hóa有特这当点在4，啊，这嘛是咱培养是咱做一个吸收的啦，咱应该爱去是咱自己的吼。所以空气嘛是咱负责一个大的基础之外，因为空气的呼吸，咱就是要帮助这个病痛的人。伊会当关，达做甲关满，达做甲关注，所以咱是坚持关注做平安。所以一个道理，伊会达做甲清洁，伊会达做甲清扫做清，就是咱三不五时办的，你敢知影？这是要做咱大家天天在做，毋是单单因做会了的。
讲，咱甲人过来负责了，你讲后壁来风气来生活，那呢，这个稻苗会成长。所以我讲包括咱的林桑副产品，有些啥爱用后面这个茶蛋，茶蛋机爱用这个，我东西，我有几个地方茶蛋，就是强调林桑副产品，有些啥讲了错的，伊讲东西，伊个料，咱主动肯定袂懂，伊一看就是无。就是讲是咱即个就品质了材料规方面，但是伊真正世间拢无来参与做即个礼节，所以礼节拢袂样大，当袂样大的时机爱济呢，但是见到了咱无即个大细人呢，咱人的面吼面前足轻的呢，所以咱有即个大细做一过，咱去规足稳的呢，无即个大细吼做一过吼，咱无大细伤紧。规个吼，拢是咱个我是顶高安。林产副产主一般吼，算比较近吼，就是做成起来的吼，这个吼，咱直接来讲，在这基本是爱大家做清楚。在这有时间，你一带来无点，做一过嘞，它是3价10价，是咱早晚见家，这个类是咱很量。就跟他讲吼，定金咱去2天，等于到天数你是要用30天哦，1天加1年相较的东西啊，你要就有这个时间给了我的公司，当时咱就说，像两年遐咧学习这个礼节，咱民国2年这个同修因困难。咱就是咱问，有啥物人话要讲无？其中有一个牵涉着乐器哦，乐器了，咱就是讲来，你有啥物话要讲吼，咱你讲。结果吼，这个情况是这个，你要做这个礼节的做亲吼，伊才甲咱师傅安尼讲，伊讲吼，我吼。人是做到成绩高出来啦，我吼是做气我一高出来啦。林产副产品听着听着，人讲气高出来啦。结果哦，这个见到咱讲，我要去接受了，我到时候就做。我们老人在做完之后，咱拢安尼嘛吼，咱唔去的嘛吼。1而再，再而三，我就不走。咱以后也来。但是从我去接了，有来阮兜2段去参观，要叫我去听。但是阮时阵毋知影讲咧道理，听着有啥物种好做伊，也无去继续来阮兜，伊甲我叫3遍，我无去，进来就甲我放弃了。我当时是一个做生意人，当然我毋知影讲啥，听道理，听得好处，我当然感觉我是无闲啊。我爱照顾，我爱迄个，当时咧做一个白鱼啊炒吼，我爱照顾，我这个无钱吼，我有迄个价位摊位的钱啊，但是伊若要食走诶，这讲老师讲，可以给我会交钱诶，我若交伊道理听落，我今仔日这个问题敢要辛苦呢，甚至我讲到我会生气呢，咱人拢我是拿手论啊。到民间的最高安协会底下的他来制定的，所以咱就是平常日常中，这款我特别爱上为经验，丰收就是成功。过了人了，后壁一定爱去甲用心，爱去关心咱的道心，爱去甲因讲心，爱去甲因做一个鼓励。把咱的道理们画出来道理，听道理，卖哦听出来，一般听无，2班听无，总少，其中有一句，然后咱会当听人讲，一语听义放中人说，
咱知影就好。这是人叫咱讲，你莫去听；这是人甲你讲，你莫去听啊。人嘛讲袂，我就袂，有这种人无？然后这单位啊，有一个核心的绩效，温度，咱若看伊出来，拢上哪里啊？有个多少一年20几年吧，他是好的，边啊边，因为他就是。因兜的人拢有规个，后伊个阿嬷是过来规个阿公4代同堂，我嘛同意。伊个阿公来讲，好起来，你甲他变个做饱。啊，你下到那时就讲袂啦，阿公，我出去来，你我3个啊，你若唔讲我来听着你，伊阿公就甲讲，你若去听着你，阿公就做生气呢。伊同阿公讲，我若无咧听着你，我就真难过呢。所以不管你难过，因兜的人咱来做做，阮这阿嬷蛮难过，但是咱有做阿嬷来做。伊的婆婆，伊讲人较好讲，所以咱嘛毋是讲咧，伊就简单的，伊去讲一遍，第二讲本身咱讲的。咱今仔咱来讲伊个，真正爱收哪地呢？伊个做了做咱全国遐尼坐遐听着你，爱收5地。但是听着你的过程，咱若做关心讲做阵啥物活动，我要来帮人，咱会当帮人，有10个一寡大小爱收7地呢。那咱听到名义。咱今后来收10地，所以人伊无论你找人咱看到，所以是钱先一年做掉1年的这个不简单，快修学蛮多。上一期来的，其老老公那些什么。个人是老的，而且就这个已经到一般老婆，你这个囡仔起来，个人是老强那我兄弟，我叫我老去，我应该算亲人，所以咱亲人就要算亲人，应该你老的，我们先来讲，这2当时的管他。伊个囡仔做咧做活务诶，拢做活动做活动，但是比如讲做营养，就是真正咧开招人所以活动迄个机会手交餐，其他咧分享。那有迄个公家了，咱这个核心，以前来就是咱行业但是到咱有一个机会就是好，所以第一是打平了咱的学年表，因为现在时代人较亲近，伊讲咱当时代人不同，大家来甲支持就是好，伊帮助因祖囝会当透过这个人关，伊无要讲因祖囝起来是头发无好，所以这个讲啊。就说平常在今天这老师，他是3个在活动，因为领导这东西，其实他先生职责，他打算光好用。所以其实是出去考的时候，咱也会调查，然后比如说去考，这些几个人，然后我们，伊咱这个北京这个工作，他出考美，他比较有结婚啊，所以他常常考来这个作用。但你到底看他意义哦，所以有讲说，包括说，只要我的图片真正当伫这个平的过程某种有闹起来的话，那呢，我的检讨，你就我的
迄个咯。那前年就打因婆婆鼓励，伊讲吼，咱前年甲讲吼，啊恁媳妇到时咧扶着伊个无囝咧健康，你若当过大扶着你即个孙，该救的，因婆婆安怎讲呢？无吼，大家都注册起来，阮哪来讲？我爸就讲，人小天公小天。以人在这边吼，这边点，这边人挂断，你摸我从这来，啊我的温馨哪这来吼，我对你吼，他很轻松的，摸我的安尼，那所以嘛，这个就是好在吼，互因食当见面吼，见面，伊我直接给他们拿。因为是直接上一起来，爱你的小朋友，妈妈呐来这讲，来这讲吼，有一个那人性化呢，互妈妈理解。所以妈妈惊护士就叫个话，惊几个护士啊，咱去见面，我也无惊着，我也无惊保护，我也无惊手全部拢甲我来去治疗。所以，这个妈妈吼，把这个咱上天国的力量，很多样，给咱无来讲，咱好多，对啦吼，当然，在包括他的里面的原因啊，跟先生什么的那样。那伊是什么的长江湾里头，到咱们的五项的时候，原因啊，还是咱到的平常。人是走后面啦，你有影的时阵，你咱上家直接就啥，病人病有无？所以，因这个妈妈就这个病，讲我这是天灾病，妈妈，这个妈妈吼，在这个心中病的，病是咱咧讲讲的嘛，这个吼，这个护士来讲，讲是容易，你的手囝吼。进20大单，这种进口大公司啊，无进讲分离，就是讲分离安尼程度很强烈。若照这个数字来看，若无搁较歹落，明仔载啊，就当咱转离都有成啦。安尼有欢喜，有够欢喜。所以，因这个妈妈。真正了，是应该是前年，我这个原料，今年的白货，咱是老板这个白货，伊这个是老板。因这个婆婆，你看有些孙仔咧吼，不欢喜，过年时阵，所以当咱去甲讲亲的时阵。因婆婆就来讲，讲有人咱有在学吼，记呢吼，看就无差，讲你看咱个有代表无差吼，看无差那跳路的吼，表表，毋是逐个救助你吼，逐个都有机会，但是咱救助你吼，是咱做的，就是个传承的。头摆咧讲讲。其他咱这个社区，伊一路行来，毋是当到在他的英雄诶，伊一个的真心，一个的真心，是在当社区。这若我做一个妈妈，我两个囡仔我当一个大个囡仔时，我会感觉，若是辛苦辛苦呢，但是3年，而且老当有咧教育，电去头4年教育，去3囡仔来过4年，中年在人家。怀孕就是我们让人生一样，生囡仔是简单，妈无了这个细起来，这个妈肉是讲好吃的。我爱买第一件干净，我爱做3餐。所以这个会议，那咱这手机哦，我互伊听，伊讲是这个讲哦，但咱这公老师讲，那互伊得力听，伊今仔是这个活动。伊毋是其他毋是咧做活动，无啥吼，帮你做。所以讲有些老板说，伊讲说啦，个人的经验，有那些他们自己做
嘛，比较嘛就是跟咱做一个分享啦吼。所以咱就爱做人甲讲亲，这个是两个拢是咱互相的缘分，一个是大自亲的路，一个是大自亲的路。不然，是啊，咱来，是啊，咱就爱讲亲，嘛别人讲，我能甲我家己是无好得啦，有帮我家己来听，哦，那就要麻烦啊，那就爱去度人啊，那就爱要多联系讲亲。必须，咱要做啥物事，我们有自己的，都有个原因是，人问咱讲爱下去上班，毋是我做个人做的，因为啥？主要是两家同步啊，为了希望来去上班，哪里咱现在钱哪去做公司，当然还有个原因嘛吼，这个咱同学是咱做一个分享，咱是咱是哪里做？咱是一个报答的上天之余，则就是庇护咱的关系。伫这啊，其他咱是认真啊，咱有迄个时阵，以咱大家啊包包大，咱的世界，咱要来去着到，毋敢甲咱讲无，机会无，毋敢甲咱讲咱，但是真正是看过人难。哦。为伫这样啊，讲要这个，像人家种，等咱主讲人家允许，伊就无法度人记着，咱讲清楚。咱今仔日是安怎？咱一切的关注，咱都是关注上主，为啥物咱有法度记着这个东西？所以咱自然结婚，为啥物大家结婚变成我们三五年？因为咱讲的是，这是咱上天努力，看着咱进关开始处，听咱以后就拢玉石俱焚嘛，到位了，你应该所以这过程中，不仅咱大家关咱就是拢是有这个在的，所以咱老伙女。这特别是咱三年第二年，干这个一个总体，伊把咱90个外加入，都会当少着这期都当年这啦，咱当这个所以网络分出来这都把咱加到最前侧的呀，当大当习惯。咱努力上天的亲家亲戚，互咱登记账户，互咱登记。所以进的是最佳的时候了。咱晓得，所以咱讲着结婚，因为结来讲话，嫁着讲话，其他的把刀的这个刀会当互咱，要会当来这个刀。要把这个刀放落去，给这个性质，是客气，是个上，因有天赋有技术，所以咱今仔日咱问着结婚，互咱来对着像咱做事的代志，咱要做啥？离婚，咱要做，就是关系，用咱的亲人、咱的朋友、咱的亲情，咱的亲情，所以咱是管是咱囝囡的，其实咱就是一个咱的关系，这个都去。咱这个主的就是咱，所以这里咱也都是咱这个好的，咱面对菩萨。咱里面都是相同的，咱主尊，咱主尊相同。为着要达到好处，咱这个老师讲，伊来出去几个嘛，70个。为着咱地方要大开普渡来普渡，
所以咱过去真诶，咱毋是即世，咱交咱伊诶公司，交咱这个大户，交咱5个50个下面嘛。真有可能是对世，咱开个人诶时代，咱会要接过即个问题。所以咱大开高头的时阵，咱将是着主诶个，咱听咱诶经过。所以人迄某方面常是一本册叫做《天道奇迹》，咱若看着咱真正是担心诶，会足感动诶。一个日本人叫做某方面谈情嘛吼，到去讲，当时60几岁，自由行返来咱台湾佚佗，伊名有报过。伊拄着道亲，即个道亲，伊个有一个江南书，老江南书地理出来，地理出国语的。所以即个江西来这个资料，这个江南书，其中就是讲背着咱这个某广亮谈字，是背这个功德有名。这个莫广亮谈子来台湾进来了，听着这个歌，听着江南出来讲这歌会好势，歌会当助人，歌会当助人的英雄，出离这个苦海，歌外好，这江南是安排过，伊就甲江南主讲，江南主歌遮尔好，为着要报答天父世界，我若当咱日本。我好好来做，安尼就是，伊甲江南书讲，伊问江南书，我若是日本道人，你也就来讲做。其实大个江南书是谁的？伊是江南书记3件的，伊是代替咱这个网络老师国家在办这个前时的。所以书书一个收入，天书是绝对的收入。咱刚才现在现在走路会当走来，因为江南书的前面，地方经典转的方面，过后的服务，我让咱学习，有口碑。唔是刚刚过往咱谈是个人变在下来，江南书较贵咯，唔是。过往咱谈是台湾区的咯，了后正日经过所有的时间来，伊这个江南书。较少年江南书讲，公关实在是日本，咱日本家的台风吼，今仔日有这个日本人来咱台湾游乐，伊就感觉做交通，伊佫甲我讲伊当日要去做人，那个咱有交线，咱若要放生条，无咱就过去咯。所以这个老江南书就在这个少年江南书，佮江南前年安尼讨论者发电。老江南书虽然的确有无聊，但是人嘛不在过日子，所以做这个梦幻的。所以因着老江南书和少年江南书，这两个平台，安尼是以前的为了日本，为了啥？这是个梦幻的，为了后，佮咱这个梦幻的产品。安尼个形容啊，让咱迄某方面谈说，点还是，好，我决定，我10天泡到5点，1点，关饭的了后，我就是要找挨家挨户去做啦。所以，12个人10几岁，是咱是嘛无讲太老，但是嘛无太少年吼，也60几岁的老人家。好早无讲话啊！为着要报答天父事业咯，伊就挨家挨户去共碰咯，去共弄。伊迄个江南书头端无用，就点真济人啊！伊是咧讲起，伊就甲江南书讲，为着要报答天父事业，为着要帮助天道的救人的关爱之处。是甲江南书讲，伊要全力以赴，
人就真正要去做啦，是无啦。开4万13年，弄18万户，超了18万户来，开这表，包括因老家的户口，填报的人数不在多少钱，编着上，然后好像长途进温，伊多人的这个发展就是咧报答的。所以我要感谢狗人，狗大一条借来时阵吼，这无来的时阵，这本摕起来看吼，袂是说包袂起来，毋是加中意的吼，是加啥？加咱哦，个人习惯的比例所以让别人，所以某某保养产品为什么你要去路人？一个是不为了报答别人。所以咱就咱去，咱来学习，学习发展。咱要导人中心，咱是就是要学姓名，学不可杀，学咱的前辈者，因在地导人相关的去风景的经历，拢会互咱做工资，会互咱钱的学习。所以会一个前辈者所以听起来吼，咱早时看电视，啊无讲咱少年，咱早时拍电脑，啊玩手机，有班有班，无班的伊就拢走出去。今日无人然后公平然后，一步一拍伊，然后步步为营，咱咱的做有做出来。咱今仔日老真正全部做人中心。咱会去体会着前辈者经历，咱的前辈者辛苦的经历。咱继续讲讲，庆贺开始才来培养起。当你做这去做人，先关做起，风景的时阵，你要为做去付出的时阵，你会学去感受前辈者辛苦。人讲见机上辛苦。咱只是说，那是走过才有的境界。真正就是做工，所以讲，像咱咧做人讲，有的人主体就是抗讲，咱咧后发就先做这样子。所以，再来，多会有咱并肩协定，当其操作。只说说刚得来书上来班，书手自上。但是咱只是一点无这个搭配，所以书的比，爱做咱自己书无完全的代志，的书啦爱做咱久的去较完全。所以咱只说你老师的话，可以说，如果你是要做书的爱主，还是要做书的命主，总来好好讲东西，我要做书的爱主。那在做书的爱主，爱非为咱书的心态。咱读书目前是第三得多的产出，第三，对不起。讲咱家己边嘛，当这高有书的时阵，伊就爱做替咱挂装，替咱查经济。所以咱来经商的时阵，老师的话内底有讲呢，咱书本就讲，当多里听不到的，就来经商，这个时阵开始书可替咱查年的价钱。伊万这查年。咱都好像揭开顺利的行情来新的房子。3年了，咱若搁唔少唔到唔班，那恁书就无法度啊。啊，你看迄个故事，所以咱将就去3年操作，大家有这个好意思，咱看到，真正的做人，真正的公司，
关心平安的手机再来，现在国人放心，伊咱的不要的，咱哪有有关呢？咱来记得，无论咱是先过节，还是中秋，还是每一条路线，咱拢同款咯。咱咧记得的进程爱先日是台湾，这是个，这个记咱有要完了，咱人讲我袂记得迄个。所以过去咱做了，迄花衣同德当午，有一个徐真美讲师，伫迄当时吼，伊是做了啥？伊去高中，敢若中国医药学院，是民国8十年，伫遐读册，要去市区，要去第二市区，调高啊，出了车，出车了。伊吼，可能当时因中国医学院，但是出车了，伊有就是一直挂着我去看。伊出车问题了，伊看着咱这个老师来讲，这个徐真美，老师来讲，真美伊可以叫我等于医生，对呀，都甲当场，咱老师就会决定。但是咱医生了，咱始终来讲真美，你搞我规个个参考资料呢？伊就甲咱社工老师讲无啊，我哪有甲你做参考资料？咱社工老师讲有啊，你当时咧真济咱你有法乱呢？你讲要甲恁兜的人拢换成迄医生呢？但是你把规个拢把掉呢，拢无兑现呢？这个其实美讲，我无你今仔咧收名，伊毋敢甲社工老师去哪里啊？今仔咧收，我袂讲。我也无管你袂管啊，结果咱社工老师讲你毋是，咱老师，所以迄个话来讲，徐真美讲，所以他常说，咱就前面讲，呈现而来，表现而归，真正。伊看着啥物事？伊看着伊个过去，较着投胎转世，伊是一个足快到袂少前途。有一当咱社工老师吼，伊即个天堂内底，就安尼讲，原咱有一号人生，迄袂歹的人生吼，袂歹家庭的孩子，想要生囝，恁遮有啥物人要来做囝呢？这个家庭他袂甲因头家一个做老师，因兜的条件吼，还算也不错。所以呢，中间吼就是小弟同样去铸造内容搁把咱社工老师承诺伊讲社工老师我要做，我袂记的，但是真我要做。这古人咱提升的讲师，伊做小弟同样后，把咱社工老师讲，哇！伊看着迄图了不歹势如果不歹势，头壳我唔知用咱社工老师就来讲，你干去哪里？恁兜的拢做的是啥？有啊，我兜的人拢有见到呢。咱社工老师话讲，敢有来听到你？伊讲无。咱社工老师就讲，只要你发生老师的帮助，所以为了病人的了，辛苦了，健康的了。就是咱咧讲，伊拢会讲一句，人无相信。咱有个人是挂业，挂业公司安尼挂业来，但是咱真正咱在这做了，马夫金生意真正是最艰难的。咱迎面而来，交期都袂用打算，这无不要紧咱去比咱全部来讲无论你去医院来，你去地路来。这对互相的责来分解大家互助的那个，咱来经得了，主力开始，只要咱员工有些，等于我们那个收入。所以咱忙做这工作，我天天操完，咱哪唔知？等于咱有我东西。所以咱其实来讲是，伊当然
会是对那些偏见啊，所以讲哦，咱今仔日，咱地区咱过去者，咱要来选择是啥物原则了解？重点咱来，咱来知道是台湾。伫即个是台湾内底有一条叫做福利上路线，就是我捌记者做了，我都要把刀抄起来咯。我也做要去把刀讲下来知影，我要去报啦。我都要去公司，我都要去宣传上去。所以咱就是这个原则非常重要咯。这就是咱做公司的这个原则啦吼。过来，其他的大人公司，咱就是要健康理念，要交关财力。咱这边地方是。上先互咱一个足够健康日的机会，所以咱来就说，工商做商，我发个建议，听着较紧吼，咱来检查，咱来讲这个工商做，有当时咱讲的是，咱做的做哪做，所以做起来啦，准备有3分的总结，我上先讲3区。但是咱今仔日袂使因为公司我甲你来讲啦，就今仔日公司才决定是安尼。毋过，咱的原理其实咱简单的就要简单。茫咱代表咧做着啊吼，咱拄着困境啊，咱代表讲啊无我来做啥个，啊无我来做啥个，啊无我来做无个，有当时啊，无咱就。所以讲，伫这过程中，咱先做一样，咱就爱进来健康一点。但是讲我进市场，我来200万，我即个用着100万啦，我来领5呢，我袂去人做呢，人叫我人家少人嘛吼。今仔日咱出代志啊，咱是提供银行，咱过去若做出一个人健康一点。咱有咱店家就公平伫遐，咱做着代志啊，有去袂当替咱了表演的，基本上，原业公司袂当替咱了表演的。上天全部要甲我交代，要甲咱调就对了，咱有资本是要的。所以，人咱讲有代志，讲我较要了解代志，这是。今天拜日，咱靠这打成交，我觉得是个人事。那这个手机第一个是在月内吧，是上礼拜五，在东厂那里交好多万，这个我将我另外的。嘛，其实讲咱去路边哦，因为咧在好多经验哦，面面同中，经过退掉，我两老公有搞我在家做，我们看搞啊，原来就是伊个阿妈迄条，到暗迄个在生，所以在路面去条，还有到了路面灯，阿阿妈，搞我自己搞这个了，见你的好多外，后面我讲上个月去搞，到前面个比较难。拢无做出，我听做听讲，但咱去买你知影吼，有小可花去，是看仔囝，毋是老岁仔，是看仔囝花去来进行变通。所以哦，法医来讲吼，爱验尸嘛，找无原因，咱既然找无原因咧吼，讲死鱼，把你拍死死本身。伊要出代志是拜五好出代志，伫你咧拜500来拄好去看一个，看咱上面讲，伊交我过去个上面讲，高点啊，钱啊，去付现金，带现金啊，所以咱就叫过咱上面讲。那500钱就是说，咱转发台，回去咱台边。去到遐的时阵，我们就安尼，伫遐就聊天啊。
就讲啊，咱来这真济到啦，但是迄个相当好。我有影啊，你几月？伊来问我讲20岁，但是做阿婆啊，年纪大些，无听做大些，无听做大些，所以我都是，伊甲我讲，我去甲我这家己出来，我一个安尼的哦，容易，安尼你有当偌丰富，就是咱家长出来做，那我就讲，是迄个家在有人说咱是有健康当的，伊叫做安尼，我就讲你经济，咱再讲吼，再来也有班呢，伊若是你身体遮中性，人咧话吼，身体坐袂调的，当做咱年纪有无？你这哦，身体遮健康咧，你就爱来做，知道我讲，我拜到紧啊，我怎么讲啊？按时啊呢？我这个去游览，我就来讲慢啊，游览有时阵呢，咱来听着你讲，无啦，我紧啊。当然你个健康，咱就讲说，无后摆有机会，当做有机会，咩样？我来迄个长辈。叫大家也无做去摸呢，嘛无做去把握外省，这样看过，所以咱就讲我来做人讲你等到我有钱的，等到我安怎，咱大家健康一点，人生是无常，咱讲的一句话，计划永远来不及变化。所以说，第一个新人比较少，东方一句话做不到，这个人真正讲好，但是是这样的事情嘛，无是咱的前途，你的身体在外头都是容易的吼。所以咱来讲，咱有这个概念的时阵，咱有这个主要款的时阵，咱来做一个较正的，做一个较有意义的。所以个人交通是咱新的。咱地域是社会，咱咧做重在重要部分，咱开始来打了吼。那现在咱来个人中心，因为个人中心是救人生命之在做，做你会当互人所接动量的。咱始终讲，一个是这个配合，自修观多法。送你这个心，所以讲说我做一个人呢，我打精专一个人起来呢，不要压力，咱一个人有咱的基本的技术，前面从这块分过，因为技术分两个经过啦，技术技术，因为技术都两分，技术嘛是咱大家在其他在听道理。咱的救援技术都相应的，咱出来听咱的救援技术，有哪咱是外口了听呢？伊是讲伊无到嘿，无看到听呢。所以来听咱真正咱的打起精神，在做什么？从德上开始讲到，因为是在讲这个，你看咱当的报表，当的报表，就是来讲是。那个，你拿起的时候，原因吼，大家讲这个疫情有差，所以早上的班到时吼，咱来听的早上那班到，人讲无食黄河的，食了无花黄就是来补，所以说咱说从来讲的，你做对就做得较知，然后我就拢爱讲无法行，若认真咧阮吼，就是小差一个。因为当初在讲，咱老公都有没弄，所以这个高同学吼，是咱听咱，高同学来啊，听咱讲吼，有真正坏处的，不是人家就是谈啊，就是对手，所以也做不起哦，两样啊，我就讲，哎呦，那我来看一下哦，第一个讲哦，好吧，第二个第一个父母的呀。毕竟咱有经济交往这个做生意，因为是新闻上面来讲，伊若在行着，可能买啦就出去找你厝啦吼，爱
公处交通规划的那个。所以咱来了解，只要咱来做人公司，必须咱就要就人这个事情，嘛，我们的公司有机会，不止同阳光，不止同阳面，有时咱做人迄个能力，伊哪能健康一点？到位你啦，你交经理了，伊的公司基本这种马上同阳轻松交付。所以咱去做人，做迄个人的时候，伊的公司是专门，伊是咱做人机会，所以这种意义啊。